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总统蔡英文今仔去新店犁头山野区了解一档义务役的新兵训练，总统是表示满意。民众党的立委陈昭珠因为立法院长的选票去八德应识，民众党开中评会，决定要停止中央委员的职权2个月。今年的病院评鉴台北主席，阁有祥和病院，阁有新地的台大分院，对3月7日开始会当先加做医学中心。先开始来看气象署指出，明仔开始冷空气增强，刷来华南的云雾系会往东边刷，所以到过年7日一礼拜六拢是湿湿冷冷的天气哦。7日礼拜日才会开始好天。东北季风来，大台北地区自拜日开始感觉会冷。一若拜三年假的前一天，冷气团向南边散，再加上华南云雾系向东边散，天气的湿固定一直到正月初一。在这段期间，若是温度加水汽有配合，关山可能会落雪。在中部以北3000到3500以上的高山，如果温度跟水汽有配合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下陷啊，然后雾凇，或是也不排除有一些下雪的几率。气象署发低温特报，自拜三开始，各地低温有可能降到10度。一若过年前一天到过年暗，冷气团发挥，再加上全台湾拢有雨，各地是湿固冷的感受真明显。自初一了后，雨会较细，初二到初五，大家拢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在过年期间，先是湿固冷，要转做大冷，要注意早晚温差较大。年初1的深夜到年初2的清晨，以及年初2深夜到年初3的清晨这几天因为受到这个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以及辐射冷却效应双重影响之下，目前看起来台北气象站预估有9度到10度的低温。气象专家有指讲，在过年年节的前半段，冷空气强度可能瓦滚强烈的带入冷气团，尤其是正月初一半暝到正月初2的透早，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有高地苗栗以北较空旷的所在，有可能降到7度或者是更较冷。拄是初2传统。嫁出去的查某囡仔爱返去外头厝，并从上南往北，才注意天气变化。记者综合报道。义务役开始做一当兵哦，头一批阿兵哥伫顶个月入伍新兵训练。总统蔡英文今仔早起嘛去新店犁头山野区来关心了解训练项目，嘛看阿兵哥牵手榴弹的训练。今年义务役已经正式实施，第一梯役男伫顶个月报到了后，嘛已经投入训练当中。今仔早起，总统蔡英文来到新竹犁头山野区，关心役男进行近距离战斗、各弹巴拉弹的训练状况。从今年开始，我们恢复1年期义务役，首批的新兵已经在上个月入伍。今天上午，除了到北部地区的防空部队了解装备现况，为到陆军2栋6旅部4营关心首批第1期义务役的新兵的营舍环境和训练的情况。我要请国防部落实各项训练课程的执行。兵役开服1年是蔡总统任内上重要的军事改革之一，尤其训练的课程是大大的进步，甲过去拢无同款，更加有实践的感觉。这摆嘛是头一届公开1年的义务役新训的过程，增加近距离的战斗。新兵伫咧教官的指导之下，快速出群，掌握美角，阁有2个人对练，国军落实实战化的训练。另外，新训阁加入弹巴拉弹做监测评分的项目，因为有危险性，所以一开始就必须要甲基础拍好。蔡总统亲身视察指导听报告，对兵役改革内容是真满意，嘛真懊恼。总统嘛发加菜金，甲大家鼓励。也若讲到关心新兵，阁有宿舍的环境，
总统要求国防部要随时看情形检讨，强调守护国家是需要每一个人的力量。嘛感谢国军守护台湾，和国人会当过好年。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在选立法院长，民众党的立委陈昭祖因为选票去绑定印色，会议的主席郭建民是判定讲这票无效。陈昭祖是表示讲伊的人生无做过这回事，嘛强调讲党主席郭文哲佮有黄珊珊拢相信伊。民众党早起召开中评会来讨论，决定讲要停止陈昭祖中央委员的职权2个月。民众党立委陈昭祖今日去党中央。要甲中评会开会报告，你从2月初1国会正副议长选举的时阵，因为手去告着印尼，印着选票，洪认定投出无效票，引起的风波。我的人生没有作假这件事情，我的人生据点只有诚实以对。柯主席相信我，包括我所谓的苦主珊珊，他从头到尾就是相信我的，因为他们跟我相处也有好一段时间了。陈昭祖在去党团开会进前受访强调讲，迄天投票是无心之过，强调以负责任的态度，迄天就先主动甲干事长辞掉。伊的人生无做过这件代志，敢若有老实来面对。嘛强调党主席郭文哲甲黄珊珊拢相信伊。今天等一下的中评会可能会对陈昭祖有什么样的指示？中评会是独立单位，所有指示哇。民众党中评会嘛针对这件代志召开会议，结果早起出来停止中央委员职权2个月，即时生效。记者综合报道。新国会决定讲20要开议，各党的立委拢有准备修法的提案。民进党不分区的立委辛碧荣会推动反中国渗透的相关法案。国民党的立委是要求国会改革，要恢复立政组，嘛要强化监督行政机关哦。应该建议要设国会立政组。最近真接传出强谍案，陆军前属校向德温签署投降承诺书，受中国内应会，法院煞敢会当以贪污治罪条例来定罪，判7年无定刑。主要原因是因为外犯罪条件真严格。民进党立委辛碧荣强调讲，应该要修正两华人民关系条例，或者是陆海空军的刑法，阻挡中国渗透，嘛建议要对中看线的人立法规范。中国要接触到这些，比如说军人啊等等之类的，他大部分还是透过一些退役的人士。理论上是有一些买办的，那我觉得规范这些买办可能会比你直接规范这些有签不投降协议的人还要更快。他所谓的共谍的定义是什么？我们也还不太清楚。那到底什么中间呢？我觉得要先把范围弄清楚，行为态样是什么，然后再看一下他的修法的理由是什么，那我们再来看。中国统战一直有动作，嘛包括对台湾网络攻击、阵地作战。调查局国家安全医护处处长陈碧丽，捌伫立法院答询的时阵，支持研究科技侦查，甲保障法来应对。不过，国民党立委嘛发出国会改革，甲恢复司法调查组，嘛讲要设国会调查组，强化监督行政机关。呼应我们的这个国会的听证权及调查权的部分，政府官员的弊案，我们可以成立调查委员会，或者是这个调查小组呢，都会在法案里面有详细的一个规范。国民党作为国会第一大党，积极的抛出要设立国会特侦组的说法。公督盟第一时间就站出来强力批评，这是国会过当的扩权，也严重的破坏了宪政体制。我主要批评讲，国会调查组是咧扩大权力，不过林书明是强调讲，法案会有详细的规范，是要强化立委查弊能力。新国会2月20才正式开议，台湾立委已经针对要提出的法案互相交锋。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卫生福利部部长施瑞元早起亲身主持病院评鉴的结果记者会哦，包括台北主治，还有祥和病院、新地的台大分院，拢会当对3月7日先加做医学中心。对民众来讲哦，去这病院的部分负担，门诊就要加付180块，急诊是要加付350块。因为疫情前兆，让了7年才重新启动的医学中心评鉴，伫今年的竞争真激烈。台北区总共有11间病院申请，卫生部伫初日开记者会，公布医学中心评鉴结果，决定台北区加北区新增加3间病院，新加加做医学中心，打破原有的台北区8间医学中心的上限。你可以把它想成说，几乎就是同等同分了，所以无法这没有办法做区别，所以我们增额的评定。卫生部讲，医学中心评鉴的目的是为了要提升医学中心的服务品质。
今年台北区符合评鉴标准的病院，除了原本的台大、北营、三总、马街、新光、国泰、万丰甲阿东病院，另外新增加台北自济甲祥和病院。伫北区的部分，本来只敢若长庚病院，依照人口成长医疗需求，今年新增加新竹台大分院，估计新增加3间医学中心了，受到影响的门诊人数差不多1万人。它是由原来的区医院240元调高到420元，然后急诊是从400元调到750元。有半数集中在双北，请问区域正义何在？即便对健保冲击不大，但是对于分级医疗的冲击，对于民众就医负担的冲击，以及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影响，请问都有纳入考量吗？卫福部强调，台北区新增加2间医学中心，健保医疗费用估计支出差不多是1亿6000万点，占这个分区总点数的0.09%，对健保的财务影响真低。因啊，中南东区的医学中心评鉴也伫今年完成，并且宣布启动医学中心评鉴改革，要让医学中心更加瓦全，才让急重症病人发挥医学中心的功能。因啊，新制度按算伫3月初一正式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食安处公布，大肠猪肉片有3肉精。卫生福利部的处长王必胜是伫面册铺文指出讲，因一开始就发现讲检验的结果接近极端值，有可能是实验的误差造成的。也毋过伊嘛强调讲，毋是咧否定台中市的做法，也毋过应该爱个斟酌。有食安学者嘛是有同款的看法。台中市长罗秀燕是肯定食安人员，嘛质疑中央讲到底是人民重要，还是讲厂商的利益重要？卫福部处长王必胜，然后凌晨伫脸书发文提出5大质疑，表示检验结果排除系统性的问题，而验出的结果接近极端值，加上西布特罗是真罕见而且真贵的3肉精，应该思考是毋是实验室事件的可能性。大家可以再做事可以再细致一点，再思考再全面一点，因为毕竟这个东西它是比较属于比较不常见的状况。有争议的事情，还是应该多请专业的人士讨论之后再处理。王必胜嘛指出，台中市府共一包肉验了22处，不过结果数字差别真大，虽然只有公布部分的数字，而且无甲中央来讨论，最好会使佫较有路，嘛坦言这次的事件是中央甲地方的危机，应该小心来处理。不过台中市长罗秀燕，然后伫市政会议当中强调，有几份证据就讲几分话。以厂商的利益为主，而不考虑到人民的权益，我感到瞠目结舌。到底是人民重要，还是厂商的利益重要？罗秀燕表示，对着食安人口较严，嘛袂使放松，呼吁政府应该公正的监督，唔通介入，嘛得挺台中的食安人员。而这批检体，台中市食安处伫6号进行复检，卫福部嘛派员前往了解检验流程，上紧7号就有结果。另外一部分检体，嘛一定伫前一天3时后速来复检。有食安徛者认为，台中市检验结果差距真大，应该更加谨慎。那五花肉一定固定的在哪些地方嘛？而且它的已经包装成同一个样品了，那照理讲，它的那个差距应该是这是很微量的嘛。这件风波继续伫延烧，行政院长陈建仁然后伫受访的时阵表示，这件事件应该公开证据论述，希望各界唔通多做预测来黑白讲话，民众嘛应该理性，唔通恐慌。记者综合报道。大肠猪肉片的事件好像侪饲猪的农民是真烦恼，讲会去影响到猪肉的价销。婚林肉片市场是表示讲，昨猪肉拍卖价销1公斤是90块，价销是真稳定。农业部是表示讲过年猪肉需要的量有增加，提供量嘛有够所以今年过年的价销应该是袂有上大的变动。一透早来到传统市场，有真侪消费者无用咧拣猪肉，准备买回去传过年的料理。听到最近大肠猪肉片互人验出3肉精的事件，消费者讲只要找固定的肉商买都袂烦恼。有猪肉贩仔也表示，年节要到，有袂少人拢来交关。我食这道拢袂烦恼。安怎讲嘿？我就信用他，较侪人一定爱较侪。过年到啊，加买。厝里的囡仔转来爱买啦。买气差增加几成？较少2成了啦，较少。
不过，伫龙挂路最近大肠猪肉互人验出3瓦斤的事件，恐惊会影响到猪肉的继续。针对这件代志，婚林肉品市场是表示，采购婚林市场供应3400多只猪，平均价数也阁算稳定，大公斤大约90块左右。今年这个原用料整个上涨，还有我们养猪头数可能饲养头数有下降，所以我们工序有变少，所以平均价格有拉高3到5块左右，但是相对来讲还是算稳定的。春节到了，其实我们在猪肉方面，我们有都增加了2成以上的供应量，每天增加了2成以上的供应量。目前为止看起来还好。农业部表示，最近猪肉的价数维持伫10公斤90块，也阁算稳定。佮加上过年前猪肉的量准备有够，有过年这猪肉价数未有伤大的变动。不过后续敢会因为3肉种的事件受影响，也阁爱观察。记者王伟雄回应报道。过年有未少民众返乡，嘛有真侪民众出国，为着防止非洲猪只探到咱国内，灾害应变中心早起是表示讲，这段时间会来加强机场的查验，嘛提醒民众唔通偷炸肉片入境，违规上悬是会当罚100万。过年伫要到啊，为着要防止非洲猪只，而这期间机场出入境拢会加强检疫。真侪民众会趁假期出国旅游，或者是过年进前伫网络顶头买物件。为了要防止肉类制品入境，非洲猪只灾害应变中心特别召开会议宣导。指挥官强调，中国目前是非洲猪只一区，英国查到肉品检验阳性率是高过其他国家，民众入境的时阵就要提高警觉。以现在的数据来讲，大概是将近9%点多9.89%，光快要到10%，大概1成左右哈。那特别在这一次的春节期间，也有很多国人哈，就是透过小三通的一个通道哈，进到我们的国内的部分，特别去要求我们各个相关的单位哈，在小三通的这些边境的一个管制呢，要特别去加强。除了入境的旅客，民众上接伫咧大年节啊，透过网络顶头买礼品，英国、外国的电商平台买物件，真好找到来源。农业部这届也招相关单位做伙来合作。那特别是这些跨境的电商平台哈，往往会宣传有一些肉制品哈，在网络上哈直接贩售。当有明确的事证的时候，能够请金管会银行局这边哦，从账务端哦，能够提供一些相关的资讯，哦，以利我们后续的一个查验。国内连续6年成功把非洲猪只抓落来，目前咱也是东亚地区2个当中非洲猪只非一区国家。农业部强调，非洲猪只若准爆发，除了猪农损失惨重，肉品市场总体经济也会受到严重影响。应变中心强调，年节期间会加强检疫，呼吁民众唔通前为无协歹运被防抓到，若是违规偷炸肉品，上悬会当罚到100万。记者林旭凯台北报道。今年的台湾灯会伫台南安平灯区初3开始开放，已经成26万外人了。为着减少对住伫附近民众的影响，昨开始台南市的交通局嘛延后交通管制的时间，即嘛取消部分路段的管制，开放附近的民众会当来申请通行证，方便在地民众出入。烟花灯光秀佫利用空拍机排出台南4排大字，代表台湾灯会安平灯区正式起鼓。为初3到目前已经成26万外人次来遮参加活动。虽然闹热，当地嘛出现车阵甲人潮，佫有交通管制，互居民感觉生活受影响。就是已经有跟他说地址在哪里，他就说啊你不是在那边吗？为什么一定要从这边进？他就说我就住这啊。对，他们就所以你们会有一些跟交管的一些纠纷这样。可是这样就是有点扰民。平日有没有这范围时间有没有？之前是下午1点，我觉得下午实际看起来有没有？其实大概下午6点过后管制，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啊。我们就觉得用走的会比骑摩托车快啊。灯会活动拢总35日，为了降低对居民生活影响，台南市府决定为初5开始，甲全区管制时间延后，佮取消部分路段交通管制，把开放较接出入管制区的民众申请通行证，兼顾居民甲店头的交通权益。迄个普通时啊，拜1到拜4是伫咧下晡6点半开始，啊，若伫咧假日包括拜5、拜6礼拜，啊，甲即个春节连假，咱是对下晡4点开始，啊，咱若迄个发即个通行证，啊，若准讲有即个灯会期间直接要进出即个安平管制区的民众，会当去安平区公所1楼来做即个申请。
虽然开放通行，不过为着看顶民众的安全，警方也是会加强处理违规停车。另外，这届除了台湾灯会安平灯区以外，旧历过年期间，还有咸水划定港灯节、新营坡光节等活动，有计会请侪民众来台南观光。市府嘛呼吁，虽然各景点拢有停车位，嘛是鼓励民众假日尽量坐大众运输来。记者综合报道。2020年，立法院修正选罢法，让6岁以下囡仔会当对大人入去投票所投票哦。也毋过，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是表示讲，今年有至少17件民众带囡仔去投票，也毋过互选务人员拒绝，互警察阻挡。中选会是强调讲，因会来加强选务人员的训练。投票是受法律保障的权利，但是因为6岁以下的儿童按照法律规定，袂使家己点厝。立法院也伫2020年4月三读通过选罢法相关条文的修正草案，让民众通带6岁以下的儿童进入投票所。但是根据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统计，今年选举全台至少有17件大人带囡仔投票，所互人拒绝的事件。有14件是民众反映之后，那好，那选务人员放行；有4件是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办法进去，然后甚至是这4件里面都蛮大比例都是警察去远警去阻止。6岁以下儿童可一起进入投票所，大人免烦恼。中选会广告也讲通带囡仔去投票。欧巴桑联盟表示，法条伫2020年修正通过，但是到今年也是有民众带囡仔去投票，互人拒绝，显示中选会地方选务机关对投票所选务人员的教育训练有问题。2020年修法到现在已经将近4年，其中已经有将近10次的选举罢免投票。那我想在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的培训上，显然是明显不足哦。还有在这一次的选举里面，还有17个案件，这是至少有通报出来的哦。那其实有更多可能没有去反映的这个案件可能更多。欧巴桑联盟也指出，过去也有候选人带囡仔去登记参选，所互选务人员同的事件。对此，中选会回应，按照规定，袂使限制儿童入去投票所登记场所。落尾会要求各单位办理选务工作时，要加强训练。记者郭文成准由台北报道。过年前拢爱大摒扫，本色是平常时的2杯到3杯哦，清洁人员是真无用。有时阵哦，本色车的时间嘛会前着。之前有民众不满哦，骂清洁队员搁动脚动手，桃园市的环境管理处就谴责暴力，嘛强调讲会透过司法来为清洁人员讨公道。农历过年进前，家家户户拢无用大摒扫，本数量是平常的2至3倍。画面中会当看到，民众将手内关收的物件，等伫主管回收车了后，先是暂车过门，所来搁拍车门，清洁队员落车录影搜证，手机啊刷互民众拍落来，搁留咧拍。过程转互行车记录器翕到，清洁队已经向警察局报案。经了解，系因年中清运垃圾量较大，导致车辆延时延误，民众不耐等候，因此发生纠纷。代志就发生伫初3暗7点，专案会以妨碍公务、侮辱公务员、甲毁损罪向法院提出告诉。环境管理处表示，严正谴责暴力事件，绝对会追究到底，用司法方式为受侮辱的队员讨回公道甲尊严，也无排除民事讨赔。民众竟当街踹打我们的那个资收车，并对清洁队员辱骂。那目前我们所有的影片都已经有搜证完整，后续也会循司法途径来捍卫我们所有的清洁队员的权益。清洁加班服务市民也爱受侮辱，清洁队员也感觉委屈。另外，因工作中也可能受伤，像2015年新庄的清洁队员，本色清运完了后落车触到受伤，经过诊断是腰部椎间盘刷毁。市府第一时间同意工伤病假期间行使照付，也毋过专案经过劳动部鉴定，毋是属于职业病。经过市府核算，因先加领薪水73万外，专案进入司法程序，最后高等法院判决无需要害，专案确定。桃市政府表示会尊重，后手也会依法院判决办理。记者综合报道。过年将到塞车哦，医师表示讲，若是驾驶拄到塞车会压闸，甚至开始大细声、乌白骂哦，这可能嘛是一款镜头。咱来听医生安怎讲。好啦，过年莫冤家啦，莫冤家啊！本所车甲红色的轿车发生行车的纠纷，晚年啊，
要回乡甲出去耍的人愈来愈多。若是拄到塞车或者是路况歹时阵，心情会郁卒，容易受气，甚至会出手伤害别人的行为。要注意，这可能是路怒症。为了一点小事情，他就引爆他会有一些冲动的一些反应哈。那这样的冲动的反应，包含是一种言语上的攻击，甚至于是出手伤人。路怒症伫咧医学上是一种间歇性的暴怒症。台湾的盛行率差不多伫咧3%以上，无算少。若是一年来有3遍严重的行为，或者是一礼拜超过2遍，连续3个月，就可能诊断成是间歇性暴怒症。对患者来讲，代志发生迄当阵的攻击行为，会带来一种解脱加快乐的感觉。不过一般来讲，发作的时间未超过30分钟，而且事后拢会后悔。所以上好的方式就是离开会让你情绪无好的环境。情境上面会比较容易让我引爆的时候，就是不要去踩那个地雷嘛。就是这样的人呢，他常常也会合并有一些自残，甚至于自我伤害，甚至于自杀的这样一个情绪。医生讲，间歇性暴怒症的原因有可能是跟个人的体质有关系。像大脑杏仁核甲前牙叶有关系，或者是男性的荷尔蒙调节出问题。伫咧治疗上，会使用血清型的调节剂，佮搭配认知行为甲心理行为治疗。所以建议民众若是情形严重，就赶紧去看医生。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今年过年，中国是预估交通运输会到91人次，可能会创历史新高。也毋过，即几天天气无好，落雪，阁有蒙雾，嘛已经造成真侪高铁拢慢粉，飞行机嘛停飞，向高速公路嘛关闭。一年一变的中国春运，互人讲是地球表面上大规模的人类迁徙。今年春运的时间是1月26号到3月5号，40天的时间。官方估计有91人次移动。中国铁路伫咧春运第10天，运输旅客达到1280万人次，增加1306列次的列车来应付。国铁北京局还有武汉局等集团公司的各大车站都延长了营业时间，来供列车晚点的旅客来等候。同时呢，也安排专人在候车区做好咨询等服务。不过春运期间，中国的华中加华东真侪所在遭拄到大范围的雨雪冰冻天气。中央气象台发暴雪、大风、冰冻加大雾4种预警。全国有1660个的公路收费站关起来，真侪列次的高铁加飞机停驶停飞。武汉铁路也因为铁轨路结冰的情形真严重，派上千人早暗伫咧清。香港媒体形容，这是自2009年以来，中国春运拄到当天上复杂的雨雪冰冻天气。2000多名工作人员对接触网、线路还有道岔等这些设备呢，24小时进行扫冰除雪，还有望远镜等等这些设备来动态观测网点的运行状态。汴州铁路局用阿华山积云仪望远镜来监测铁路的情形，确保样细装置加变电站的加热系统未受影响。天气冷热后，用来发电加供应暖气的煤炭需求增加。中国铁路太原局也加开重型的列车载送煤炭。中央气象台估计，自5号暗时到7号，南方地区会有新一波的雨雪冰冻天气。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加州洛杉矶，最近咧做大水，佮发生土石流，有上百万户失电哦。目前嘛知影有3个人死亡，当局是表示讲，大约有3800万人伫警戒范围内。创纪录落雨引起土石流，土沙水甲大石头同齐冲泻落来。洛杉矶亚西城社区道路厝车辆受损，数百万人出伫危险大雨加强风冲击，包括洛杉矶地区在内的南加州顶面有大量水汽。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洛杉矶部分地区车辆将会落半年份的雨量。Over 150 power incidents and approximately 7,200 customers remained without power after thousands have been restored. LAPD has had an increase in traffic accident responses with over 65 traffic collisions resulting in
injuries. 洛杉矶交通局表示，16号山庄位伫日落大道甲乌荷兰大道之间的班尼迪克峡谷大道，因为路面有水石啊，无法度通行。另外一位查甫人为着救跋落水的狗仔，跳入洛杉矶河，经过消防队员提前赶到水尾，成功抢救，狗仔也安全的收到好环。不过官员也接到死亡通报，其中有人互倒去的路树地死，北加州部分社区民家厝互大树地害个安尼停电。And then we just hear a big boom. And the ceiling fell down. 加州当拄着自顶礼拜5以来第2摆大气河流侵袭，加州州长纽森针对加州几个郡发布紧急状态。洛杉矶地区初5下昼，以每点钟超过1毫米的速度继续落大雨，累积雨量更加增加大水土石流的风险。当局警告，灾害还未过去，民众上好避免外出。公司新闻吴仁编译。再来看智利的中部，最近因为火烧，已经造成至少122个人死亡，更有几百个人失踪哦。智利政府伫这礼拜1到拜22天全国哀悼。智利的内政部是统计有将近14000栋的厝毁掉，损失有几亿个美金。野火侵袭了，民众登去家己的厝清理。智利中部发生致命野火，因泰城市维尼马尔被烧甲规个拢乌臭焦。当地医疗部门讲，野火至少造成122人死亡，不过只敢32具尸体确定身份，而且也阁有几落百人失踪，死亡人数恐惊也阁会增加。Esto se convirtió como que hubiera habido un bombardeo acá. Aquí se quemó la casa de mis papás, se quemó la casa de mis hermanas y murieron mis vecinos. La gente esa que me conoció de chiquitito, murió gente con la que yo compartí. 有少啊民众登去家己的厝内，查看抑阁有啥物物件无被烧掉。因讲甘愿困伫咧家己的厝附近，防止有人来抢因所存的财产，或者是侵占因的土地。人类家己所造成的气候危机，和热天气较可怕，更加直发生，而且愈来愈严重，常常发生野火。根据联合国的报告，到2030年时阵，极端野火事件的数量就会增加14%，2055年甚至会增加到30%。在发生野火时阵，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也拄着热天气，温度升到摄氏33度。面对着无情的野火，唔那是人类，真侪鸟狗等天物也无家可归。Con el microchip logramos leer si es que tiene algún número, ver si es que es de la persona y tratar de, por ejemplo, hoy día mismo vino una persona que sacamos una foto que apareció en redes sociales y era su perrita. Entonces llamamos a la persona que la tenía y va a poder ver si es que todavía está con ellos, por lo tanto también. 边个国家阿根廷伫顶礼拜也发生森林野火，造成超过3000公顷的原始森林被烧掉。当局出动3台直升机，也有330位工作人员拍火。也讲这场野火恐惊是有人挑工放火。公司新闻陈伟林分析。再来看澳洲华裔作家杨行军哦，去互中国以间谍罪判死刑。澳洲强烈反弹，嘛吊击中国的大使表示抗议。有学者是认为讲，这项判决会互两国的关系愈紧张。和中国关押超过5年，澳洲的华裔作家杨行军5号和北京第2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犯间谍罪，判死刑，缓期2年执行，没收以个人所有的财产。人民法院严格依法审理案件，充分保障了杨军的各项诉讼权利，尊重并落实了澳方探视、获得通知等领事权，安排澳方旁听了案件宣判。杨行军本名杨军，捌伫中国外交部工作。1999年移民澳洲，以作家的身份伫咧海外活动，直接发表批评中国侵犯人权的言论。2019年1月，伊甲伊的牵手后生到广州看伊的家人，伫咧机场被拘留，一直到即马。拘留期间，杨行军的身体无啥好，伊担心家己可能会死伫咧监狱内面。澳洲的外交部对这项判决感到真震惊，并且讲就澳洲政府的理解，若是2年内无再犯严重的罪行，杨行军会被转至无期徒刑。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is appalled at this outcome. We will be communicating our response in the strongest terms. As a first step, I have directed my secretary to summon China's ambassador to Australia to express our objection. It's hard to see how the relationship can improve
if one party is committing acts of arbitrary detention against another. And so, I think this will be a real setback on the Australia-China relationship. 澳洲地科学者认为，这项判决为中国双边关系造成影响，并且会继续一段时间。因为判决让人看出中国制度的无透明性，一个对外国政府甲公民所提出的合理要求，完全拢无关心。公司新闻张伟林、蒋建光编译。再来看英国北京汉宫声明讲，国王查尔斯三世前一阵仔检查发现治疗癌症，目前长的治疗会暂停公开活动哦。北京汉宫无讲是对一款的癌症，敢若讲国王会继续处理国家事务。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得到癌症，对家己的治疗是正正面，并且希望赶紧恢复尽家己的责任。北京汉宫发声明讲，今年75岁国王自2月初5开始接受定期的治疗。伊是前一阵仔伫咧治疗尿布线肥大时阵发现着癌，不过并不是尿布线癌。医生建议伫咧治疗的期间暂停公开活动，不过会照常处理国家的事务。So the function of government requires the king to play his part in dealing with both approving an enormous number of documents and giving effect to various different instruments from government and through Parliament. So the king will get on with that perfectly happily. 北京汉宫讲，国王会公布家己的病情，是避免大家伫咧药，也希望大家对全世界受到癌症影响的患者有同理心。BBC 报道，国王的癌症是早期的阶段，首相苏纳克、国会拢祝国王早日恢复。美国总统拜登也对国王的病情表示关心加慰问。英国王室的成员最近身体拢无啥好，除非凯特1月8度动手术，即马人也搁伫咧休养。伊翁婿王位第一继承人威廉王子最近就请假顾囡仔，不过配合办事会主持授位仪式。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过来消息哦，来看新北市一个国三学生洪台死，嫌犯是打对少年关护所出来，倒转去学校，这嘛引起真侪讨论哦。教育部是表示讲，按算建议讲，后摆共款交予少年调查官来进行评估，也毋过伫少年法庭裁定进前哦，予学校来提供意见，做伙讨论讲学生出来了后，敢通直接转去学校上课，还是讲先伫其他的所在安置。新北市有2个高中学生去互帮派吸收，做人细汉做卡仔，佮互带去共人店面。这个帮派1月中去互警察抓到，这2个少年囡仔经过少年法庭的审理，裁定交予家长带转去。因为2个囡仔搁咧读册，休惯了后爱转去学校。到公立高中的宣教组长讲，除了严格管教，辅导嘛爱用心。不过伊嘛老实讲，学校会当做的其实无多。那如果他对于自己或别人，他有一些攻击的行为，其实我们会比较希望，如果家庭又可以配合，我们会比较希望他用带回管教在家里的方式。学校会当做的无讲介济，而且因过还未满14岁少年囡仔犯法，这学校无法度了解详细对个案提出建议。教育部表示，会建议少年调查官审查进前爱调查，而且少年法庭裁定进前应该看个案的需要，开个案联络会议进前，和学校提案讨论，看敢要让这个学生直接转去学校。或者是进入到学校内的中介教育措施，又或者是先进入到社区中介教育基地来进行一个适应衔接的机制。部长潘文忠强调讲，召开个案或者是资源联络会议的标准，包括有犯罪记录的少年人，或者是牵涉暴力伤害。若准是其他的犯罪形态，原来是交予少年调查官来评估。比如像偷窃啦等等的，但并没有足以去造成别人对别人的伤害的这部分啊，我是举这样的例子，那个我们就让少司官这边来做评估啊。教育部表示，会甲建议提起行政院甲司法院的看院会讨论，互教育甲司法单位的合作模式会当更较周全。记者林晓慧、沈志明台北报道。再来看花莲市民内路有已经种上8吨的海棠哦，也毋过最近这几冬，这个树啊定定会破病，一摆树啊的健康问题哦，地方是非常的重视。来到花莲市区的明理路上，伫花莲病院甲明理国小路段的行道树，就是1909年，迄当时日本政府为着庆祝花莲港病院落成所种的琼崖海棠，地方叫伊做绿色饭坑，真侪老大人缀咧同齐成长。明理国小100年校庆的时候，很多日本人他们回来
看到这个球芽海棠，他们说哇，这些树越长越茂盛。光复之后，我们也是从小看着它，感情深厚，那是不言可喻了。工作表示，去年已经得到内政部核定600万经费，计划修缮8年，着应建完备台，时间前已经用液浆炭包起来保护老树工程，会当在征收附近美如溪和平公园。这边是很多人的回忆，也是维持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们在未来，我们也会整体的再来规划。那除了保护我们的老树后，更保护我们花莲人的记忆跟回忆。也毋过要照顾遮的坑仔海洞无简单，观光单位多年来用未少经费维护，也毋过大陆车流对树根的影响目前也无法度控管，加到老树健康的上大隐忧。要维护老树的话，可能要减少相关的车流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可能未来交通单位跟一些相关的单位都必须要严厉的去做相关的监控跟管制。官府农业处表示，坑仔海洞已经有900年，要安怎降低对坑仔海洞的交通，政府有无同意见？尤其关系市区交通动线甲城市规划，也爱相关部门会勘。记者综合报道。政府积极推广梨花红灯，也毋过学者发现讲，梨花红灯时间产生的噪音会造成海洋、海底这些生物听力受损、扩大严重，甚至会死亡。研究嘛发现讲，船只航行产生的噪音，嘛造成海洋的环境污染哦。学者是提醒业者，佮有政府，都要重视水下噪音的防治。梨花红灯施作的时阵所出现的大众声音、屏噪音，研究团队透过水下麦克所收到的水下噪音，长期来看，对海底海洋类的生物拢是干扰。真正有可能失去栖地，改变因游动的路线，严重有可能导致着听力损害，甚至死亡。对身心状况来讲，是会有长期的危害，加上中华白海豚现在数量一直在降低当中，所以我们就很担心这样的一个长期影响，其实对这个族群或是当地的环境是不健康的。这种声音可能对海洋生物造成的影响，拢记录伫这本册内底。内容嘛写着梨花红灯距离就算搁较远，里频噪音拢有可能透过水下快速来传，影响着生物。而各国贸易往来边缘所出现的船只噪音，嘛是海洋环境污染的主因。他们拉了远了，拉了几公里之外，甚至更远的距离。那比较不 OK 的状况是，我们声音在水里面传递的距离远比空气更远，特别是低频的声音。学者认为开发的行为无可能避免，但是会当参考着国外经验，亲像是大型工程咧进行的时阵，伫飞越季节也是大型海底海洋会经过的路线，设置着警告的装备，提醒船只应该适当来减速，避免着噪音，才会当有缓冲的空间。嘛，呼吁社会大众都要重视常常会互忽视的水下噪音的问题。记者王刘婷丹、hen坤报道。海蟹的数量是真少，是量要绝种的生物咯。科学家的了解嘛真有限哦。台湾早期捌伫恒春掠过这款海蟹，2000年伫红头树嘛捌出现过一届哦。最近这5冬，花莲、台东佮恒春嘛捌看到。台东县政府今年就争取到海保署的经费，要来记录甲研究哦。只要民众有看到来通报，县政府就会发奖金。2017年，上海洋船伫台东外海看到一对大石海洋母仔囝伫咧水边跳，正罕见的情形，互来看海洋的游客欢喜甲大声喊。去年2月，南市又有民众伫咧海岸正晚的距离看到一对大石海洋母仔囝跳出水面。这5年来，陆续发现大石海洋，再一遍证明台湾是西北太平洋大石海洋洄游一定会经过的所在。每年2月到4月春天，因拢会洄游到东部。是因为天气的关系，它从比较北边、比较寒冷的地方跑来，相较于比较温暖的海域。其实，这种大石海洋，1920年到1967年，伫咧恒春附近就渔民大量掠到的记录，尾因的数量愈来愈少，被列入保育，就无搁再掠。美国研究认为，出现伫台湾的族群是来自西北太平洋，因为母的海洋2年才生一遍，有新的时间11个月，一遍一体，数量真少，真罕的看到，了解也真有限。因为最近10年来，政府无完整的调查大石海洋的记录。台东县政府特别向海保署争取70多万，要提供奖励予发现的民众甲渔民，来建立长久的调查资料。
发现者需要输入我们的发现的时间、地点，还有传送照片。那我们相关的志工人员团体呢，就会根据您通报这个位置我们会现场会去搜证。尤其是大吃鲸这种比较大的鲸鱼，它们对固碳的效果或者是碳封存的效果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管区表示，将立即未发放，会搁再定更较详细规则，以免民众误报。而为了要经营自这个月开始大石海岸出现的季节，也会训练志工查证民众通报的资料，并且建立资料库，希望对东部大石海岸会当进一步做保育。记者综合报道。真侪民众拢有欠银假的习惯也毋过中央银行是呼吁民众毋通欠伤侪银假。加互银假伫市面来流通银行就毋免一直做新的银假来减少成本，嘛较环保。厝内无咧使用的银假用个寄入去银行，或者是家庭储值卡，即马超商甲捷运站拢有银假的家庭服务哦。这是中央银行互银假再流通的推广影片，佮过几工特别过年，侪民众拢趁这个时阵在台地讲，甲银假摕去换纸票。中央银行表示，为着要满足市场造钱的服务，逐年拢在做真侪新的银假，鼓励民众平常时就加运用这个银假，安尼银行嘛会当减少做银假的成本和碳排放。运送的时阵拢需要真侪人工啦车辆等等为着要环保爱地球的理念，减少这做银假的成本所以阮就推动这银假再流通的计划。但是，一般你拢会安怎用这银假咧？除了摕去银行寄钱买车票，身躯顶的零散钱若是伤重，也会当入钱去到悠游卡、一卡通一寡电子票卡。超商拢总有13000左右的分店你是悠游卡还是一卡通，摕去超商对不对？你的银假就袂。无用藏咧厝的。央行表示，欠钱是好习惯，不过上好是尽量互银假伫咧市面上流通。央行就会当免做遐尼侪银假，嘛是为环境永续当阵出一份心力。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台北市是大都头先伫今年开放各种的查甫囡仔会当做公费的 HPV 疫苗，因为即马查甫囡仔为着这款病毒案例是愈来愈多。高雄市都有议员呼吁高雄市卫生局应该嘛爱对做。校园内各种查某学生排队要来做 HPV 的疫苗。今年台北市是大都唯一提供各种查甫学生买当做 HPV 的疫苗。有高雄市议员认为高雄市爱对咧做，因为 HPV 疫苗已经是世界趋势，袂当以传统的观念认为女性优先，加上病毒特色，查甫人感染 HPV 几率是比查某人高，所以应该爱赶快看胎。我觉得第一个 HPV 疫苗的接种版是世界趋势哈。那既然有别的县市有这样子在照顾自己的国中男生的话，我认为高雄市应该要跟进。下个年度的预算我们要争取，那另外一部分是说我们要跟中央反映这部分的需求。其实感染 HPV 的病毒，那女性会得到子宫头感染。妇产科医生表示，不管是查甫也是查某，感染 HPV 的几率都有倍成。男性喙孔也是颔管感染 HPV 的病毒几率是比女性更较高。2018年，男性感染喙孔癌比例已经超过女性的子宫头癌。颔管癌的癌症，那 HPV 感染的时，查甫的感染的几率比查某悬足济，而且2018年迄个查甫的迄个口咽癌，伊的感染的几率比女性迄个子宫头癌的感染率较悬。目前公市干那各种查某学生会当做公费 HPV 疫苗，卫生局表示，若是要将各种查某学生纳入注射对象，地方爱负担3000万。未来卫生局会向中央反映地方的需求，目前正在研究当中。记者张友辉、邱昭勇高雄报道。来看台南的普济店的花灯今年是有1800外趴，是12档来数量上济一档这场灯会是民间来主办，来做伙来看卖。18拍5花10色的花灯挂起来水当当，这是和合作有东方美感的普济灯花。这参白摊足青艳的灯花比起来，才无显白的布置甲效果。这场灯花背后更加重要的是一份民间的力量。普济文史研究协会因摒设恢复表有文化光彩，
应丁会参表示，做结合，那甲这个位的人靠我来，嘛提供大人囡仔一个创作的舞台。放入了那个台南在地的庙宇是普济殿，我想要让大家看到台南的美，参与画灯笼啊，那种沉浸式的学习啊，那希望就是孩子就算以后长大出国啊，有国际观，那还是会认同自己的文化。台湾讲安尼拢是固定安尼彩绘呢，其实无共哦。今年就邀请到洪毅老师，吼，咱邀请伊的作品，佮有含着 IFD 的迄个插绘协会，因嘛来甲阮甲一个空间吼，甲布置起来。普济文史研究协会已经连续12档伫府城公菜上顶，详细看这顶，每一拍顶拢有伊想要讲的故事，嘛包含深深的愿望甲祝福。另外标顶嘛有传统艺人甲咖喱戏演出，甚至有一群人穿汉民族的传统衫来上顶，因望打造府城的传统文化。原则上，我们还有这个汉元素，来想要推广说，其实以前的服装也是我们汉人的传统服饰。台南第一间的王庙，所以这其实一个传承一个文化，所以逐档拢有真侪人来遮参观。这群少年人要守护在地文化，过程中嘛累积真侪快乐甲创意，要甲推向去世界。主办单位讲，展期到3月初9，就要因来选400趴花灯，提起动件做展出。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教育部对111学年度开始甲本土语言来做国中、有高中的课程，也毋过有真侪学校到今去找无台语老师。有老师是讲学校嘛是个真注重考试，安怎来增加学生接触台语的机会，真正来落实台语生活化，这是真大的挑战。大家敢有早？我来啊！我今日有过水无？日前，古堡囡仔开嘴讲台语，教职人员孙丽晶昨才连续上7节本土语课。是有啦，伊有学会学。老师上的课真趣味，学了真侪课本以外的知识。学生是真介意，不过老师带头真重。有时会拄着甲老师代课一个。你要30节安尼，无较济，无定定有，啊，搁有时啊拄着的安尼。目一困头，一个人负责全校600个学生囡仔的本土语课，而且一教就是1年。教职人员甲代理教师超重点的状况，比咱想的要搁较严重。福城国小伫咧高雄的市区，算是中型的小学啊。全校25班无专任的本土语教师，闽南语就是靠3位教职人员去教。也那国中、高中对111学年开始，本土语列入部定课程，嘛互现有的人力加无法。刚知影因10块，剩的唔知影，伊就是甲人做伙，就会当去算出来。2年前，才拄通过闽南语 B2 认证的数学老师张浩胜，专工用台语教数学，就是希望升学为中的环境嘛有保持生存的空间。演变化这个部分，迄是不止啊严重，而且佫一寡同学伊国小这6档伊是毋捌学过台语的，一礼拜干那1节，可能咱要做这个补救的部分有淡薄仔困难。高雄国中国中1700位学生，就算全校11位在教老师，拢已经有 B2 认证，拢来兼教本土语，人力才勉强算有够。我观察这个高雄市。阁有做侪校其实无即个师资啦吼，当然有的校长就会要求讲阮无要上课，我就需要这种人所以也希望老师会当去考，有的老师就感觉讲我互校长逼的是互行政安尼逼讲我来考吼。人力无够，那看这几年报考教育部闽南语认证，要有 B2 通过的人数拢创新高，不过真正投入本土语教学的在家老师却无预期的多。慢慢出生率降低嘛，这老师呢具备了多一个。能够教本土语，他的就不会有什么后顾之忧。加修闽南语做第2专长的在家老师，南部比中北部要搁较侪。像高师大3年来已经培训超过180位，不过本土语的政策杀了伤过成功，教学品质要搁有教师人力的总观点，要需要教育部赶紧应用。记者阿明金罗维做高雄采访报道。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19度；
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4度。华东地区上低9度，上悬19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